赐恩、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带领我们经历了平安喜乐的一个礼拜。今天早上，你的灵更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服侍你。谢谢你。现在我们按着神你的教导，也是我们所领受的，回应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为你所用。愿神你悦纳。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坐下之前，彼此来祝说，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的力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翻开在圣经旧约的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在以斯拉的后面，尼希米记的第7章，我们要从第1节看到第7节。我们左右邻居看一下，他有没有圣经，很快的跟他分享。尼希米记，我们最近一直在看尼希米记，你可以在家中先阅读。7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为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书亚、尼希米、亚撒利亚、拉米、拿哈马尼、莫迪改、毕山、米斯毕列、比格瓦伊、尼宏、巴拿回来的。我们看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看见你的真理，明白你的真理，照这样遵行，能够成为蒙福的人。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在上礼拜提到尼希米在他面对内忧外患不息不断然后他怎么样面对？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些的困难你家庭的，那可能在外在的那怎么样去面对？其实尼希米他所做的，他要做的比我忧虑这一些的困难比我们还大。但是他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他透过祷告心事啥人知，讲予天父上帝知心事将你的心事分享那有一些人就是郁闷郁卒，然后又不懂得宣泄分享，最后就做错误的决定，可能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上帝早就给我们有一个热线，一个求救的线路那帮助我们。所以尼希米他就说，透过祷告求主来兼顾我所做的，不管是你的工作，不管是你的家庭，其实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你知道吗？那个热线如果通了
所有的资源就成为你的资源哦，天上的智慧就成为你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很聪明他遇到这些困难、这些挑战不可能的任务嘛，52天要把城墙盖好这个是天方夜谭，在当时候他的情况是这样，但是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他就选择怎样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在内忧外患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下，他能够有智慧、有蓝图，然后怎么样很清楚的这一些的步骤一步一步带领最终在敌人窥视之下，他们拿的武器一边来建造，一边来怎样防守。有时候我们要面对很多的情况当中心有余而力不足怎么样去面对？祷告是我们可以领受从上帝来这一些的智慧能够使什么？我们蒙其恩。那接下来尼西米就怎样？他要回王宫述职他要拣选领袖，拣选适当的领袖。城墙盖好了，他没有一下子说来我们来庆祝有没有？没有，他还是要帮助让整个这个城墙的安全，所以他要选择这些的接替他的领袖，怎么样来顾这个城门，还要顾城墙，不被敌人破坏。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所以就选择在他的关键名单里面，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了哈拿尼亚，还有其他的人，就好像我们今天刚好是临时会员合会，要选举什么长老几名？我刚才有报告过了，3名你不要勾4名就变废票了然后执事几名？5名，你在这个名额内都还算是这个票数有算有效票如果超过长老你就这个我也喜欢，那个我喜欢就把它勾了，超过三个以上4个就废票了所以好不好？就好，只去祷告完之后，就像尼西米祷告，他怎样去选这个领袖合适，然后才能协助后续怎样那个城墙的管理城的管理然后这些百姓的管理就非常的重要那今天要选举这些的长职，未来4年就是协助牧师来治理这个教会，所以重不重要？跟你旁边说不要乱圈，好吗？好，所以透过这些我们要祷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说怎么选，然后我们怎样祷告这些的如果我们了解这些被推荐提名的我们就好好祷告，为他们祷告，有感动你就把它勾起来。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有2个目的，第一个，当你建造一个事工或者是建造一个事业起来，怎样不容易，对不对？要守成不易，所以要好多的智慧聪明，然后怎么样去固守，让敌人仇敌不会去破坏你辛苦建立的一切。今天我们可能许多弟兄姐妹在创业维艰，对不对？好像在建造不容易，但是建造完之后，你要持续永续的经营更不容易。所以不被破坏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透过尼西米，他在建造完之后，他还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聪明，上帝给他的蓝图，来怎么样去安排这些的领袖，怎么样去安排可能你的公司、你的职场，你是一个部门的主管，你怎么去安排他们，帮助你让你的部门更优秀更被祝福第二个，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就列出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关键名单这些关键名单就好像我们要选这些的长职，在这些的名单上面，我们被选出来，然后组成一个领导、一个管理的团队，让我们教会在推动各事工的时候，我们有儿童牧区，我们有青年牧区，我们有成人牧区成人牧区里面又包括有乐龄的区那社区进来，我们推动这些事工怎么去管理？那愿不愿意接纳？还有就是说，
可能碰到社区来的哦，这些的我们的朋友来，可能有一些他是中低阶层的，那身体可能有一些的异味，那我们也不要做得太明显，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听同工讲，牧师那个可能他的气味不好，但是在电梯背对着他啦，但是还好他没有看到，不然可能他永远就不进来了，对不对？跟你的旁边说不是你啊，不是在说你啊。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怎么样去帮助、去接纳当然也能够有一些的教导。好，所以这个包括就是管理，一个人进来怎样去接待他们，怎样防范安全。有一次我8楼门打开，因为牧师住8楼嘛，打开，一个陌生人，我说你要做什么？没有了，没有了，就马上做了。所以安全上，对不对？门禁上，所以在整个管理，我们都一直在想怎么去改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我们先来看一段的影片，在这一些的名单当中，影响了中国的福音短短的3分多钟，但是我们会看见上帝如何使用不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人物来影响我们的生命。小顺子，快关门，出乱子了！那些人就快到这里了。您说的那些人是谁呀？他们是义和团的人，非常痛恨洋人，只要一遇到洋人，绝不会手下留情的。让我偷偷看一下他们长什么样子。哇，好可怕啊！他们全部都带着刀，面露凶光，杀气腾腾的，好可怕啊！掌柜的，快来看，有一个年轻女子被绑在驴车上，她是什么人呢？信洋教的人，称二毛子。她会被砍头吗？当然了。可是她怎么一点都不怕？她的脸上放着光芒，口里还唱着歌呢。听说洋教给人吃一种迷药，没想到死到临头他还笑得出来，真稀奇啊！吃迷药看起来不太像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欢迎你来听福音。请问你们有什么仙丹，让人吃了不怕死啊？我们没有什么仙丹给人吃，只传耶稣是真神。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基督徒不怕死。”难怪，去年我看见一位年轻女子被犬匪抓去砍头，一点儿都不害怕。她脸上放着光芒，嘴里还唱着歌呢。因他要回天堂去见主耶稣了，享受永恒的福气，那真是好的无比。你如果愿意相信主耶稣，也能得着同样的福气。哦，耶稣是那么好的真神，我也要相信他。根据维基百科网记载，义和团开始以福清密洋为口号，大举进京进王，到处杀害外国人及教徒，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并攻进天津租界。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响应，最终引发8国联军远征。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2万多名中国信徒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虽然义和团杀了许多中国信徒和外国传教士，却让更多的中国人遇见了真神。这位小顺子相信了主耶稣，多年后在大连开了一间旅馆，热心地传扬主耶稣降世救人的好消息。好，我们看这段的看见这些关键名单牺牲他们能够怎样祝福更多因着
他们的牺牲，让这些人看见他们生命的见证，还有就是来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今天我们要透过我们可能成为关键的名单，能够在我们的职场能够祝福人，所以神也挑选你成为那个关键名单当然可能你要付上一些代价，但是不到像那个牺牲被杀这样的没有那么严重，在台湾是比较自由的，但可能会因为传福音你被拒绝，或是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回应但是不要灰心，因为如果他不接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如果不接受这个祝福就归于你，这个平安就归于你所以如果他不接受你就得加倍的祝福，但是不要说主啊，让他不接受，这个祝福就临到我当然不是这样那我们看到透过建造跟管理，尼希米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管理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职场上那第一个，他设置管理的组织牧师说过，在管理的层面，牧师还要学习，但是在传福音的部分，牧师是神给我的恩赐，对不对？那我就一直在学习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看尼希米他怎么去派遣专人来看管什么城门。我们上次谈到那个救恩的门非常重要，从阳门进来，从哪里这样，对不对是因为门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看到门它是用什么材料来建造，知道吗？上次我们看到他跟王讨，然后从王的园林拿到那一些的木材，对不对？所以它的城门是用什么？木材建造。木材坚不坚固？不是很坚固所以他就要派人来怎样来看守城门，因为敌人看见他们把这样的一个城墙建造，好像看到你的事被做起来了，你的部门因为你被管理起来了有一些人会嫉妒，你知道吗？所以就会搞破坏，说你的坏话，诽谤你但是不要受到这些言语攻击你就穿戴全副的军装牧师要服侍啦，特别去那个殡仪馆昨天又一整天去服侍告别礼拜然后昨天晚上又讲到，就祷告，穿戴全副军装，主你的救恩做我的什么？安全帽，好不好？公义做什么？黄缎背心嘛，对不对复兴镜，真理当什么？腰带那个脚力的，你看他都怎样？或者是要举重的，他都束一个什么腰带，对不对？好，才能够出力那脚穿平安的福音座鞋，让你走的步伐都是平安安稳的，让你手是拿着信心做什么盾牌，能够抵挡什么别人的恶者的恶言恶语说了一句你不喜欢听的伤害你的话，你可以抵挡它，然后上帝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可以攻可以守所以尼希米他很有智慧，他就派遣专人看顾这个城门。太阳上升了，你才怎样开门，防止怎么样有人进来破坏。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尼希米注重这个最弱的地方。我们教会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哪个地方是最弱的部分，就是最需要我们加强，是最重要的比如说门禁，或者说清洁，或者是说招待等等比喻了但是我们一起来看整个教会哪一个地方是比较弱的，我们一起来防守，一起来怎么样努力，不让这个恶者有机可乘，不让那个破口增加，然后进来搞破坏这样第二个，我们看到尼希米他设立了保安联防的小组我们看到社区常常会看到什么守望相助的，对不对？巡守队，对不对？有没有？你们社区有没有？有嘛有一些地方有他们就会去怎样查看，然后怎么去护卫，一样的道理教会之前有一些人闯进来，然后喝醉酒办公室又只剩下女同工
我们同工还很大胆的，你要做什么？哇，这个都要很小心。说我们在讨论说，这个保安的志工小组怎么样去产生，怎么样去维护？对他们叫牧师刚好在聚会，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哦。那下来哇，那个人就跟我面对面这样站得很近哦。那牧师就比较不怕他那跟他怎样去聊，然后最后请警察来把他带走这样。所以你看在安全方面，我们都需要在我们家庭也是一样。那尼西米怎么样管理？怎么样去设立这些保安联防？钟会长老，你就负责中华路这一段，因为你新家在这边了那个村长老，你就负责那个自强路那边是不是？还是哪里好那个谁就负责你们家前面那一段。如果我负责我家前面那一段，我会不会就是这样的松散，或者是不会尽心尽力？会不会？为什么？如果那边出问题，谁遭殃？你家可能会被偷，对不对？你会损失财物，所以尼西米就好，医生你就负责你家那一段所以防守又方便，又不会舟车劳顿所以我们就看到尼西米他在建造城墙也是一样，你负责前面那一段，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对不对？你会不会偷工减料？不会所以你那一段做得很坚固，然后又加上后来你来防守，你来看顾这个安全，哇，我们看到每一段都非常的安全，然后又有人，你就会注意，如果别人的家，对不对？有人就可能遭小偷，然后他在他家写了一个名单，就说我家没有什么钱。但是隔壁的住某某某的银行的经理或者是什么就可能不会去赶别人家只保守我们自己的那如果每一段都很坚固，然后我们又用心来照护防守，每一家都很安全。所以我们家庭非常重要，家庭如果健康安全，教会就怎样兴盛。所以我们在选长子也是一样，我们要祝福我们长子。家庭如果健全健康能够被祝福，教会就蒙福好，所以我们看到组织管理之外，还要营造还要经营吗？哇，这个都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涯规划里面怎样去祝福那我们看到可能我们是近视还是远视有一些人可能我房子就盖这样，我就买这样。但是后来需要了，又要增加，又要增建等等那教会最近也是在要计划在购买新堂，因为我们台语礼拜这边已经做不下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向左相右，我们一直在祷告那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尼西米就看到说，城广民稀所以他就领受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虽然城墙盖得那么宽那么广，有人会讲做那么大干嘛但是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我可以怎么样把人找进来。所以城广大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可以怎样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倍增计划。所以教会在推动这样的一个小组的倍增的时候，需要透过弟兄姐妹你的关系性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布道就像今天我们君平姐妹她刚受洗，但她也邀请她的朋友来在我们当中一样第二个，我们看到在这个自然的教会发展这本书里面，施瓦茨这个作者提到增长教会的一个8个特质8个特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汤它有汤口，对不对？它有那个圈但是有比较弱项的地方有比较强项的地方，让我们怎么样去看？那一个增长教会，我们都希望我们教会一直在增长嘛。我们过去常喊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教会千什么？千人的教会，我们有这样的意向，但是不是喊喊就好需要我们一同的努力嘛
至少我们有看到这1年2年来，我们有一些的增长哦。目前在成人，至少他一年有来过1次2次，我们有汇集的哈，其他的慕道友还没有汇集不算哈，有700多位哈，715位这样哈。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就是说令信徒能够得力的这样的领导方式，就是激励我们，然后看见我们恩赐，然后激发，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服侍，也看到说，其实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我看我在了解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职场有很多都是有领导能力优秀对不对？金武兄，这个都是在公司这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领导者那怎么样发挥你的恩赐，不要让你的恩赐埋没？所以最近我们在德福社区关怀据点，我们会邀请一些我们教会当中你在事业上，在你的工作上有被祝福的，你可以来分享你的生命经验我们陆续都会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到时候我们的社区部门邀请你们不吝指导这样来分享说到你走到这个阶段当中，你过去如何被上帝祝福第二个，我们看到我们会发觉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那怎么样激发我们的恩赐，而不让教会是一个金字塔型的，而是倒过来。所以教会如果只是少数人在领导这个教会不会增长的而是众人一起来然后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职分上所以明年我们怎么样去推动这样事工？就透过这些的退休会长职同工一起来，所以我们选出这些长职重不重要？非常重要。牧师的能力有限，但是因为有这些有能力的、有恩赐的长职同工加入来帮助牧师，教会就怎样未来会兴盛，会倍增好，第三个，我们是不是充满这样热忱的灵性表现？你对灵魂的负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热忱？昨天的告别礼拜，我们本来我跟那个家属在谈，哇，今天上班日可能不是很多人，结果呢结果他选择一个厅，大概60-70人的厅我们印的程序单是150份，结果发不够，外面有很多人是站在外面站在外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部分有很多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想不到，有那么多人。牧师在讲台上呼吁说，当你的参与让这些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的家属，虽然昨天那一场的告别礼拜，那个李社民姐妹是牧师的女儿但是她的一些外孙都没有信主，很可惜那今天第2场，他们有一些家属会来，他们充满感恩。昨天牧师服侍到最后，送上那个三元街那个坟墓区那边还要爬，我们有一些同工就跟着，到最后，家属看在心里，你知道吗？所以当你充满这样热忱，透过我们小组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人被激励了他们领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一个部门都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一些的在事先校对，没有在这事先我们有这些婚丧喜庆的小组，我想这些家属可能他们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所以每一个区、每一个在部门都非常重要。我们有什么？教育部，我们有财务部，我们有崇拜部，我们有什么部？还有没有？总务、中部，你知吧？很辛苦了他们有他们的工作，又要代职来做这样的侍奉，所以整个健全都需要大家一起来。所以教会需要有这个结构，但最重要就是要培育这些领袖起来那我们的聚会是不是能够激励人心呢那我昨天在周6礼拜讲，就是说一进来，如果你是负责招待的一进来你的脸是苦瓜脸，你的面是苦瓜面，你知道？你的脸是7.25分，
好像别人欠你回啊钱，或者是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然后一进来，你看他接到你的周报，你要给不给的，你觉得这一个人下次会再来吗？可能会打折扣，对不对？如果一进来带敬拜的又软弱无力，又没有那个热忱在敬拜，所以他下次不来，可能他不会因此得救。所以激励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崇拜，包括一进门，我们去新加坡的教会，去其他教会，有人他们一进门就很热情的接待你，招呼你，欢迎你，你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热情。今天我介绍新来的第一次来的，如果都没有人来打招呼，他会觉得说这个教会怎么那么冷漠，对不对？跟你的旁边说，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果你是这边会友，你是这个家的成员啊，所以我告诉那些家属说，我们就是一家人，所以大家无私的参与、奉献时间，所以让这些家庭被祝福、被建立。所以透过什么全面的这个细胞小组，所以我们的关怀小组就透过这样，为什么要小组？为什么要做这些小组？牧师没有办法这样面面俱到，对不对？所以透过小组长，透过区长，我们在关怀，然后有到牧师这边的小感冒，你就可以透过什么小组长或者是这些区长当然主日来也可以找牧师啦。但是如果每一项都是牧师，那牧师又不是钢铁人，对不对？又不是超人好，所以我们看到全面的细胞小组化，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都有参加小组。刚才有前面说我不知道我的小组这就是我们需要加强的怎么样加入小组，让你住院了我们也不晓得那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关怀？那我们会派同工去好，这个以需要为本的，就是透过我们明年牧师领受的这样，就是关键少数。我们在这职场，在这个世界是关键少数嘛，在这个台湾是关键少数啊。但是怎么样引人入胜那刚才我们在最后的那个为主日祷告的经文里面，就是罗马书15章的第1到第2节，这就是我们明年的主题的经文那明年的主题领受就是关键少数，引人入胜，胜利的胜就成为得胜者，他的名单是进入到主耶稣的生命册里面。那透过这一些的帮助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透过关系性的你去怎么接触建立关系，然后让我们有生命的见证。所以初代教会他彼此分享，同心合意积极敬拜，爱餐，所有这些外邦人就看到说哇，教会好棒不错，又彼此分享，所以他们得众民的喜悦，得救人就日日加增。这个是一个增长教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质。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就是培养领袖，然后让整个心灵被重建。第一个，神就感动他有一个蓝图，就好像牧师在祷告当中，为了明年在祷告，神就给我这些经文跟蓝图一样，怎样去帮助建造我们的教会那怎么样祷告来选择这些的团队？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让尼希米拥有这样一个属灵的计划，他做这样的一个普查人口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蓝图一进来，我们看到他就开始了动了，普查人口做什么？有哪一些的资源，有哪一些的恩赐就被发掘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安门善的需不需要有这一些的安门善的，然后有管理的人员，有防守的人员，要所以我们有管理人员嘛，有这些巡守队，所以透过我们的同工，透过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可能你来上课，你来参加这些聚会，你看有没有比较奇怪的？昨天其实华语礼拜那个周六礼拜，我讲到一半，突然有一个就进来，然后不声不响又走了像这个都是看管的人、招待人有没有临时
会注意啊，哦。第三，我们看到他按照了家谱，他去分说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包括有没有被照顾到的，这一些归回的，有没有被分在小组的，我们就要去关怀他啊。那在整个没有谱系的这一些的祭司，他们暂时不能够服侍了。所以我们看到祭司是站在人跟上帝之间的管道，所以我们需要透过训练装备，我们才给他服侍啊。哦，不是随便人都可以站来啊这边带敬拜啊，而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装备哦，然后我们认可，我们一起来啊带领会众哦。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细节，我们看到尼希米有这样好的安排，这个就是在我们在领导管理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重要哦。那我们也了解都知道，每一个人哦真的是卧虎藏龙哦，每一个有不同样的恩赐。你在职场可能有非常的成功，我们知道最近我们的我们弟兄啊都参加这个习时的这样的一个对，去那个法人102哈。102哈，去那边拿这些可能当日快要过期，但是还没有超过日期的哈。那我们弟兄也博士也是在这个当助理教授了，是不是？光电是不是？很棒哦，他如果没有讲，我们看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我这有时候我们会隐藏得很好，你知道，你有很多的恩赐哦，所以我们每个人，你把你好的恩赐把它发挥出来哦。那参与在习时去拿东西哦，所以有时候大材小用，但是不要小看这习时的动作，对不对？从最基本的，我们看到他们肯做，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一个领袖的风范就这样，什么都愿意摆上哦。好，所以第二个我们就设立的，除了这些代职的，还有专职的哈。所以教会也是一样，关心教会怎么圣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选择这些长职，是不是要关心教会啊？关心教会的这些所有的人的情况。他内举不避亲啊，所以我们看尼希米他就筛选什么哈拿尼跟哈拿利亚。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他？听到圣城的荒凉，圣城的被毁坏，是什么人告诉他？就是哈拿尼。哈拿尼首先把这样圣殿被毁坏、城墙被破坏这样的情况就告诉哈拿尼，表示这个哈拿尼他关心圣殿的这样的一个融入哦，关心圣殿的情况，关心神的家。一样的，我们在选这些长子也是一样，不是只有那个名分职分而已哦。还有就是哈拿尼亚，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是忠信的。他敬畏神是超过众人，所以他忠信尼希米所托，他要回苏珊城复职，所以他需要有值得信任的人来管理，所以忠信所托。然后后面说敬神超众，他比其他人敬畏上帝。我们要选择的这些的长老只是就是怎样，他比别人热心他在灵修上。他在关怀人上，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接触我们一起来念来，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好，我们一起来。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忠心，神就派遣他，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看到在关键的名单的领袖尼希米选择了哈拿尼亚。我们看到巴拿巴，他在安提阿教会，然后我们这次走保罗的行踪，其实就是巴拿巴他提携他训练装备保罗起来，然后呢又装备马可嘛成为约翰的马可，然后帮助他们，保罗成为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今天欧洲很多教堂是因为保罗我们会走到一个景点叫特罗亚，他在那边领受了马其顿的呼声，然后本来他要到其他的地方美西亚等等但是圣灵说不可以，然后他就转到特罗亚。
领受马其顿的意向，进入到欧洲腓立比教会，然后卖紫色匹布的吕底亚就怎样全家信主，还有狱卒全家。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呼召关键人物，他会影响更多人。今天神也呼召你成为关键人物。比撒列在出埃及记、在历代志、在以斯拉记都有记载。这个人是怎样？是一个好像会幕的建筑师，一个工头一样，他带领他装备很多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选择的这一些的长子也是一样，就是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啊，他在他区，在他的服饰上面能够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啊，平信徒能够成为领袖哈。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在外在，我们更要重建心灵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尼希米他受圣灵的感动。今天我们看到，在新约的西面一样，他受圣灵的感动，他进入圣殿。他说，在有生之年，我要遇见基督。真的就遇见了哦。所以圣灵的感动，让我们重建我们心灵。当我们灵跟神连结的时候，你就会遇见主。当我们与神连结的时候，你需要的资源就会从天上降下来，就会知道说怎么样去处理你跟神之间的这样关系，你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一起来领受，就是说同心的这样固守，好不容易建造起来啊，让我们身心灵，让我们在进入到教会这些初信者、这些慕道的被建立、被装备，然后成为什么？在关键名单里面呢，我们一起来扩展神的国度。今天教会存在的意义，就是因为大家的参与，因为有人愿意承担更多的这一些的服事跟责任。我们看到他们愿意摆上他们的时间、能力、金钱，我们奉献金钱作为圣工的用途，来祝福这个城市，祝福这个社区。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摆上之后，神就祝福我们，神就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我们一起起立哦，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粒麦子哦，一粒麦子。愿意摆上，愿意付上代价，就好像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一样哦。一粒麦子，它落不落在地里湿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那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女，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像种子落在地里，是成生命必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主，我愿意。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是成生命必凡的生命。身上成就你旨意，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平静标杆直跑，瞥见神的荣耀。
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放下自己误以为的权利，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弟兄姐妹，你是关键名单的其中一位，阿们吗？阿们。神要使用你，在生命的这样旅程的过程当中，神要使用你，不管是在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事工，即使是在你的职场，神要使用你，好像迦南教会的宣教师一样，差派到你的职场、你的邻居，你愿意付上代价吗？你可以向主说：“主，我愿意吗？”让我们的恩赐被发挥出来，不要被埋没。当一粒种子，他如果不愿意，就一粒种子；当他如果愿意，可能会付上一些代价，但他会结出更多生命的籽粒来。愿主来赐福我们。我们再次唱这个副歌的时候，求主的圣灵来感动我们。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主，你愿意为我们摆上一切。主，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成为关键名单其中的一员。在我们生命当中，不管是在我们的社区、职场，在我们的家庭，主，我们愿意被你来呼召，被你来使用，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土里，我们必看见我们生命多结果子。愿主耶稣基督属天的能力、智慧、资源赐给你们，充满你们。愿天父上帝永不改变的慈爱保护看顾你们。主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能够回应你的呼召，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弟兄姐妹，请坐。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
捧你欢呼声永不息。我们聚会就到这边哈，记得我们牵选，然后投入票柜。愿上帝来赐我们